各位，新聞透視今日會同大家探討一下違例駕駛扣分制度有啲咩嘢係含糊嘅地方，值得當局係留意㗎。咁跟住咧，我哋會同大家睇下成年人有啲咩方法可以繼續求學問嘅。咁我哋都會介紹一班咧特別為傷殘人士設計用具嘅熱心人士。係啊，梁家榮啊，違例扣分制度呢個法案呢，短期內就會提交去立法局進行辯論，咁睇有冇修改嘅地方，然後就會三讀通過㗎啦。咁呢個法案呢，似乎引起有啲人士嘅非常激烈嘅反應喎。咁一般有車階級嘅睇法又係點呢？嗱，咁呢一個法案嘅主要目的咧就係改善道路嘅安全啦。對於一般嘅車主嚟講咧，似乎就係冇乜問題。不過啲職業司機咧就反對得好犀利。咁剛啊，你就去探討過呢個問題啊。啲職業司機嘅反對究竟有冇道理呢？其實啲職業司機咧都唔係話一概咁反對呢個扣分制嘅。譬如好似非法賽車或者係飲醉酒揸車咁樣，佢哋都係贊成扣分停牌嘅。只不過佢哋覺得有一部分嘅扣分項目咧係有值得商榷嘅地方。好啦，咁究竟有啲咩地方值得商榷嘅咧？我哋一齊睇下。我頭先抄咗車牌咧，就準備同24 check 個車牌。喺香港，每日因為涉嫌觸犯交通條例而被抄牌勝數。對於現有嘅懲罰，政府顯然係認為唔足夠，所以就打算實施一套違例駕駛扣分制度。如果一個駕車人士喺3年之內所犯嘅違例事項，所扣嘅分數加埋係15分或者係以上嘅話，就可能會被取消駕駛嘅資格3個月、半年，甚至係1年。我頭先抄咗車牌咧，就準備同24 check 個車牌。嗰個行車證冧。違例扣分嘅項目有16項，扣10分嘅例如不顧後果魯莽駕駛、飲酒之後及服食藥物之後駕駛、喺道路進行賽車同埋速度試驗；而扣5分嘅就例如不小心駕駛、駕駛超速、喺發生意外之後冇停車、冇提供資料同埋冇報案。至於扣3分嘅就有唔遵守警察或者係交通督導員嘅指示，唔遵守交通標誌，唔讓行人優先橫過斑馬線，同埋唔讓路俾啲緊急車輛。對於呢一套扣分制度，職業司機認為其中有啲地方係含糊不清，需要修改。我覺得當我認真要修改呢個扣分制，其中有4項。第一就不小心駕駛，第二咧就斑馬線不讓行人，第三咧交通燈停車，第4條咧就係不聽警員同督導員指揮。點解你哋會集中反對呢4條？因為呢4條裏邊咧就比較係含糊一啲嘅，比如不小心駕駛，佢嘅含義係非常廣泛籠統嘅。咁如果交通燈不貼咧，由於啲交通燈嘅設施問題啊，往往係要造成嘅，一定要紅燈至通過。第3條斑馬線不讓行人咧，呢個更加富於彈性啊，因為咧有行人一搭落嚟咧，就要停車。往往嗰啲環境嚟講咧，司機又停咗之後，特別多人使用嗰啲斑馬線，司機停咗之後再開車又有人搭出嚟，咁咧如果咁咧就叫更加籠統啦。因為如果我覺得呢條如果係實施的話咧，呢個警民關係啊，警員同司機係會經常發生衝突。咁等我哋嚟睇下呢4條扣分項目有冇值得斟酌嘅地方，譬如不小心駕駛。而家見到呢架的士咁樣過線，算唔算係不小心駕駛？另外呢幾架又點？法例上現有嘅定義就係話，駕車人士冇適當考慮到其他道路使用者同埋冇適當留意道路嘅情況，
而啲職業司機就覺得好含糊。我哋曾經同一班揸咗10幾車以上嘅職業司機傾過，其中一位咧就有過類似嘅遭遇。亞迪星街咧，落咗個客，一個客咧就擒咗上嚟，就話要去天星碼頭。天星碼頭嗰我咪喺怡東嗰度出過睇車，冇車嚟啦，咁啊過線啦，咁啊過到即係中區條線啦，去到嗰個隧道口嗰度啊，嗰個交通差喺度截住我，就係話我 cut 線，咁啊收尾就嚟抄我牌，佢抄咗我牌，問佢做咩？佢話告我 cut 線，咁啊第日咧咪就係有張告票嚟話我不小心駕駛咁咯。啲司機話：上述嘅情形係相當普遍，好似喺怡東酒店接到客過海或者係上中環，喺短短嘅路程，起碼要過3條線。按照安全行車，就應該係行一段直路，見邊冇車嚟啦，先至過另一條線，然後再行一段直路，再過線。不過如果係咁樣，就好難上到天橋啦。啲職業司機又話，由於道路設施唔完善，有時候會出現咁嘅情形，就係雙線停車。嚴格嚟講啊，咁亦都係一種不小心駕駛，問題就係警察捉唔捉嘅啫。假如涉嫌雙線停車而被抄牌，實行扣分制度，話佢不小心駕駛，佢就可能冇咗5分啦。另一條引起職業司機反對嘅就係唔遵守交通標誌。畫面所見已經係轉咗紅燈，車依然照去。如果係實行扣分制，就可能會扣佢3分。呢個位於菲林明道同埋洛克道交界嘅十字路口，交通情況係相當複雜。啲車上天橋落平地，有轉右，有啲直去，加上有個關刀位。交通燈好快就變色，喺呢度幾乎每轉紅燈都有車涉嫌衝燈。一啲職業司機話，有時因為車輛阻塞，焗住要咁樣做。但係好奇怪，據運輸交通安全研究組話，呢度並唔係交通黑點。對於衝紅燈，呢位司機有過咁樣嘅遭遇。即係我架車咧就即係亞皆老街轉入樂明道啊，咁啊當時嗰陣時候都行20零米車道㗎，咁到喺嗰白界線前咧就一架車位度咧，佢都轉黃燈，咁佢咧轉黃燈，我咪又慢慢咁樣轉翻起去啦，咁我後邊嗰個差人就話我衝黃燈啦，咁樣今日當時嗰架車都冇辦法再得得到㗎嘛，咁就後邊有車跟住嚟㗎嘛，咁啊跌到嗰士頭嗰度，嗰差人接我。佢話就話我衝黃燈，咁樣就話我哋係唔滿意嘢要同法官講。通常係好多時會碰到呢啲衝燈嘅問題咧，你哋就係啊，就係好常啊！你而家職業司機多數，再駕駛人士多數都有咁嘅樣。就你差人揸車都係咁嘅樣啊！呢度呢個白界線前咧，呢個1-2架車位嗰陣時候，一車行緊30米，你要揼停嗰架車都要45隻要停喺架車度啊嘛。當時何必一架車位到？一架車位到你到個白界線，你揼架車，你咪即係馬路中間嚟，係嘛？咁在安全之下應該要過噶嘛。其實所謂衝燈問題，有時到底係執法人員抑或係司機嘅判斷正確，第三者實在係唔易落結論。對於唔遵守交通標誌呢一條，好似呢一架的士咁，因為喺下晝4點到7點呢一段時間停咗喺禁區而被抄牌。咁算唔算係唔遵守交通標誌呢？將來實施扣分制嘅話，會唔會係扣咗佢3分？布政司署運輸科就話，呢種情形係唔包括在內。所謂唔遵守交通標誌，淨係指衝紅燈啫。同唔遵守交通標誌相類似一條扣分項目，就係斑馬線前面唔讓行人。一啲職業司機亦都有佢哋嘅睇法。我有一次呢個斑馬線嘅時候咧，就係冇人行嘅。咁我車速咧大概25米至30米之間。咁當我過入到仲有10尺之內啦，即係已經入晒呢個安全線同埋呢個支線㗎啦。咁突然間咧有個行人咧行過。咁當時我冇話啲逼可以
即刻停車。如果就算我即刻停車，個車咧已經到呢個斑馬線㗎啦。咁後邊咧如果有車跟住我，咁仲有咧我就過咗，就咧個差人咧就騎住個電單車咧就追我，咁啊叫我攞牌出嚟，我咩事啊咁？我哋頭先斑馬線不讓行人啦咁，我話已經咁嘅環境你睇到啦，差人先生。我呢個咧就你同法官講，你一定攞牌俾我抄，結果咧我亦都俾咗佢抄。如果真係執法人員判斷錯誤嘅話，司機就會蒙受喺法庭上面敗訴嘅威脅。即使係未能夠入罪，亦都花去唔少嘅時間精力。上述嘅情況歸結起嚟就係執法人員嘅判斷問題。扣分制裏面唔遵守警察或者係交通督導員嘅指示呢一條就係扣3分。職業司機擔心，一旦同執法人員有爭執，呢一條對佢哋不利。違例事件呢，就唔係淨係喺呢個扣分制度裏邊，即係搬出嚟，係以前一直都有喺呢個法律上邊用緊嘅啦。咁變咗咧，就有好多嘅先例咧，法庭可以係參考，就唔會話係唔清楚或者係是但咁樣判嘅。而且即係個警員咧告一個司機唔小心駕駛嘅時候咧，就唔係話即時咧就宣判呢個司機係已經犯咗唔小心駕駛，係應該最後決定由個法庭嗰度嚟個法官決定。職業司機同政府對於違例扣分制嘅另一個爭論就係現時嘅道路交通法例對司機嘅懲罰夠唔夠？好似超速駕駛，一旦俾呢啲隱蔽嘅警車影到快相，就足以構成抄牌罰款。如果有3次影快相嘅記錄，就會被停牌。又好似唔小心駕駛，現時如果罪名成立，已經構成罰款，就可以係停牌坐監。好多職業司機就認為扣分制對司機咧就係雙重嘅懲罰。有呢個含義，而呢個含義亦都係我哋原先係即係想做嘅。點解咧？就係針對嗰啲咧係屢錯屢犯嘅有一種好唔體諒其他道路使用人士嘅嗰啲司機嗰個行為。即係例如佢已經扣到成10分啦，咁運輸署長發咗一封通知信俾佢話：你已經10分咯喎，你已經就嚟，如果再扣多5分咧，你可能會被停牌啦。咁嗰啲人士應該係駕車嘅時候應該更加小心。如果佢再係咁樣犯嘅時候咧，變咗我哋覺得佢唔應該喺個道路上面使用，因為係對其他人士嘅生命或者係財物咧係有構成威脅。政府打算實行違例駕駛扣分制，主要就係希望改善道路嘅安全。事實上，運輸署就有一個專責嘅部門研究交通黑點構成嘅原因，發現交通意外傷亡嘅主要原因就係道路使用者，包括路人同埋司機唔小心造成嘅。但係政府打算實施違例駕駛扣分制嘅時候，點樣保證執法人員不偏不倚嚟到對待一啲具有爭論性嘅所謂違例駕駛，而唔係動不動就要上法庭嚟解決呢？好啦，咁睇完呢個違例駕駛制度喺執行上有啲咩值得留意嘅地方呢？我哋先休息一陣。咁跟住咧就會睇下一個比較特別嘅成人教育方法。唔該，馮美儀啊，馮美儀啊，喺呢度明愛多元式函授課程打電話俾你㗎，就請你等等，我幫你駁落去俾你先生啊。聽唔聽到啊，張偉善？係，聽到啦。OK，咁或者啦，我哋今日咧就開始繼續講下。咁我哋上一堂咧就講開啱啊 pronouns 嗰啲啦。咁我哋今日咧亦都係繼續講翻 pronoun 噶。咁我哋今日嚟要講嘅 pronoun 咧就係叫做 relative pronouns 啊。relative 呢一年嚟，左邊嗰位張偉善就係靠電話嚟聽老師講書，學習英文。關係代名詞。咁好啦，咁我哋睇下首先睇下乜嘢叫做 relative pronoun。咁大家除咗佢之外，而家仲有6位同學，亦都係同時間聽緊課㗎。嗰度就有幾句 sentences 㗎，咁樣咧間住嗰啲咧就叫做 relative pronoun。咁如果各位同學係冇問題嘅時候啦，咁而家咧就輪到各位同學自己試下做啦嚇。呢一種電話導修係多元式函授課程嘅教學方式之一。除咗講授英文之外，呢個課程仲設有中學課程、商科同埋一啲文娛科目，其中數學、中國文學等，亦都係可以好似而家咁通過電話教學㗎。咁應該點樣做咧？馮美儀可唔可以做啊？The boys who come first
係 The Boy Who Came。每晚呢一度都有先生係講解各種科目，學生就跟住校方編定嘅時間，一個星期係聽電話一次。電話導師要係輔導學生係了解課文，而函授課程最重要都係學生要郵寄功課，所以校方亦都有安排一段時間係俾學生發問功課上嘅問題㗎。有即係嗰啲例題裏邊咧，有啲咧就係眾數，有啲咧就係單數啊。係。咁個夫咧係咪單數同埋眾數都可以用呢一個字？係啊，因為嗱，我哋頭先初講嘅時候咧，就已經講過 who 嗰個幾咩時候用咧，就係話嗱，你揭翻去102頁嗰度嚇，最後尾嗰句。利用電話聽學，有啲人係會覺得唔直接，但係好處係可以方便啲冇時間返學而又有興趣讀書嘅人士。可以 singular 噶嘛，係嘛？咁只要佢係人嚇，嗱呢樣嘢咧就記住嚇。參加函授課程嘅人士，各行各業都有，有好多仲好似呢一位張慧嬋咁係家庭主婦添。張慧嬋有3個仔女，2個係讀緊小學。除咗英文之外，佢仲選讀中文。平時做完家頭細務，佢就同啲仔女一齊做功課。張慧嬋話：功課遇上問題嘅時候，佢仲可以係利用電話諮詢，同先生單獨談話。呢一種課程對佢又有乜嘢幫助呢？可以幫到啲細佬哥咯，即係依家即係學校啲程度啊好深啦。咁先生咧就一個對幾廿個就即係好多時佢哋有問題都冇辦法問啊。咁翻嚟我同佢哋睇功課嘅時候，咪變成即係佢做乜嘢我又知道啦。咁啊，即係對佢哋功課有幫助啦。同埋咧就即係識多啲嘢都好啲嘅，好過好即係識多啲字咧，好多時即係唔會有蒙查啊，有咩嘢新聞啊，或者有咩嘢啲時事啊，自己都完全都唔知嘅。張慧嬋每一日都撥2個半鐘頭嚟温書，佢話咁讀書法，個人嘅意志堅定係好重要㗎。都成日自己鼓勵自己咯，即係如果冷落嚟呢，又會冷㗎啦。咁呢，即係諗住自己都係中意㗎啦，就唔好再停落去啦。如果唔係，即係再年紀再大啲啊，更加攞唔出興趣啦。有冇條 stick 咯？咧係講，譬如啲日題要唔要用？除咗電話導修，學生仲可以係選擇課堂導修。Put in the missing articles in the following sentences。咁呢度好似而家咁，就有2位負責唔同科目嘅先生係當面俾學生詢問問題。呢一班係中1嘅學生，佢哋全部係做緊嘢。所以校方就安排週末嘅時間係俾佢哋嚟中心上堂。呢一個課程係規定15歲以上先至係可以參加。學生可以係用半年至到2年嘅時間嚟到完成每一級嘅課程。有啲人甚至係透過呢一個課程係考到會考添。因為我本身咧就係喺大管理處做工作嘅，就需要輪班嘅，所以咧就冇固定時間俾我可參加日校嘅課程或者係夜校啦。所以我利用呢個函授課程嚟進修英文。因為我做一份工咧，對英文對我都好重要。即係以前覺得自己嘅英文水準又差啲啦。本身咧我做售貨員啊嘛，啲時間唔可以讀到夜校，所以咪揾份彈性啲嘅函授課程嚟讀咯。咁你讀咗1年咧，覺得點樣樣啊？覺得識咗好多生字啦，同埋咧就文化上我有進步。咁你一個星期淨係見，即係你淨係參加課堂導修啦嚇，咁你覺得足唔足夠咧？足夠啦，唔係應該足夠，不過咧就靠自己利用自己放工時間或者係食飯時間咧睇下書啊。如果唔識得生字，都查字典啊。你哋推行呢一個函授課程啦嚇，咁對呢個學生嘅要求係點樣樣嘅咧？喺課程嘅要求方面咧，就第一方面佢哋需要係完成晒所有我哋係課程所編定嘅功課，因為有關嘅導師幫我哋批改之後咧，我哋將佢嘅成績登記起先寄翻俾佢哋㗎。第二方面咧，佢要參加最少要50%嘅課堂嘅電話導修。咁當完成咗呢某一級嘅時候咧，佢哋就需要咧參加個學能評核。呢個係作為我哋咧考慮俾佢升級或者係畢業嘅一個準則，其中一個準則嚟㗎。目
前參加多元式函授課程有成4000人。另外，成人教育日校嘅負責人就認為，推行呢一個課程係有好多困難嘅。其中一個就係揾課堂導修中心，目前佢哋已經係有4個中心，呢一個係其中之一。計劃中佢哋係將會開多2個中心添。咁本身咧，你又即係除咗係地方難揾之外，佢哋亦都覺得先生系統咁難揾㗎。而家負責函授課程嘅先生有成30幾個，佢哋全部係兼職嘅性質。好似呢一位先生咁，正職係報館嘅編輯，由於係對中文有興趣，先至嚟呢一度做課堂嘅導師。呢個內呢個叫做一個係內咧，就係耕田去嘅呢個內。佢覺得做函授課程導師同普通先生係有分別㗎。函授課程嘅意義咧，就主要係即係俾學生自己多啲練習啦。咁翻到嚟學校之後咧，我就盡量希望佢咧就係即係將佢喺做習作嘅時候所遇到嘅問題咧，就喺課堂嗰時提出嚟。咁而唔係咧就我咧就希望盡量減少咧，就好似好正式，好似好正式咁喺課堂裏邊將課書由頭到尾解釋一次咁樣。即係話我認為學生自己可以理解到嘅嘢咧，我就唔再講。教開一啲正式嗰啲文法學校咧，同學生嘅接觸好多啊咁樣，咁即係有另外一方面嘅樂趣啦。咁呢度嚟講咧，就即係唯一遺憾咧，就係唔係多見到啲學生，佢有啲咩嘅進展啊，或者係有啲邊度係需要特別嘅幫助啊，咁即係好似大家冇任何嘅溝通咁樣，只係通過啲文字或者通過聲音。呢一種嘅教育喺目前香港嚟講咧，都係較為新嘅，咁所以咧，喺呢一方面有經驗嘅教師咧，似乎咧目前就唔係多。咁所以當我哋招聘嘅時候咧，就有陣時咧係唔係經驗太多嘅，我哋都需要咧係招聘。咁當佢哋係參加咗呢種嘅教學嘅時候咧，因為可能個經驗嘅問題啦，往往喺嗰種嘅傳授啊或者講解嘅形式上邊咧係未能夠習慣嘅，特別尤其係電話導修。咁所以咧就我哋往往要俾佢哋咧係有機會咧去實習啊。學生咧特別好似話參加電話導修嘅學生咧，佢係冇乜機會咧係見到嗰位嘅老師㗎，佢哋只可以咧係聽聲而見唔到人。咁所以喺咁嘅情況之下咧，就批改嘅時候一定要好詳細啦，有啲好多嘅注釋啊等等。咁由於工作量咁重啦，咁所以咧係往往亦都造成咗教師嘅流動性咧都幾高。推行呢一個函授課程啦，你哋覺得最大嘅困難係喺邊一度啊？我哋呢個多元式函授課程，自從1980年以來咧，就從中1至中3咧都係得到呢個政府嘅資助㗎。咁如果將來咧，我哋嘅經濟能夠得到更多嘅支持嘅話咧，我哋就可以咧就好多問題都好容易解決。例如咧，就行政人員方面，我哋可以有多啲嘅全職嘅行政人員嚟到參與呢一項嘅課程，亦都可以咧藉住經濟好啲嘅話咧，就令到呢個教材嘅質素咧提高，同埋師資嘅質素亦都可以提高。除咗經費問題，推行函授課程嘅負責人仲認為，多元式函授課程喺本港已經有成5年嘅歷史，但係市民對呢一種新嘅教學法仍然係認識唔多，所以喺人手充足嘅時候，佢哋就希望係可以透過多啲呢一類嘅展覽會，等更多嘅市民了解到佢哋隨時係有進修嘅機會㗎。除咗係電話之外咧，多元式函授課程嘅部分科目咧，亦都有利用到電台嚟到教學㗎。咁希望將來咧係可以用到其他媒介，譬如電視啊咁樣嚟到達到進修嘅目的㗎。好，我哋休息一陣，等陣咧就同大家睇下一班熱心人士點樣為傷殘人士服務。曾超華落咗班就1個禮拜有幾晚就會嚟到呢度，同埋其他幾個失明嘅朋友一齊做盲人手杖。呢啲手杖嘅特色就係能夠屈摺收藏。喺以往，屈摺嘅盲人手杖只有英國同美國製造，運嚟本港售賣，價錢相當貴，唔係個個失明人都可以買得起。
而佢哋幾個失明人喺年半之前就開始參照外國做嘅盲人手杖，加以改良同設計，希望令到呢啲手杖能夠更加適合本港失明人使用。初時佢哋本來係希望揾廠家幫佢哋製造，但係好難揾到廠家肯做。至於一啲福利團體就只係提供簡單嘅藤做盲人手杖，佢哋覺得攜帶好唔方便。喺冇人改良呢啲手杖嘅情況之下，咁佢哋就唯有自己親手去做。呢6個失明人本身都係有職業㗎，日頭全部都係做電話接線生，夜晚收工，得閒先至會嚟到呢度做盲人手杖。目前佢哋總共做咗1500支盲人手杖，其中一半就賣咗俾香港失明人協進會。當初點解你會設計同埋製造呢種盲人手杖咧？首先咧，我哋覺得咧，用嗰啲唔會接得埋嘅手杖咧，就壓定，好唔方便。咁咧，由於咧就有個機會就外國咧就混入咗一啲會接得埋嘅手杖，咁我哋咧就發現咗好用啊。咁但係咧，問題就係非常之貴，買一支咧就要成16蚊美金，而且咧就唔係時時買得到。咁如果一下用斷咗咧，咁就又要等3幾個月先至買到。我哋覺得咧，就自己做翻自己用嘅嘢咧，就硬係覺得係好啲咁樣，即係有啲滿足感啊！即係自己整出嚟嘅，同埋咧又自己認為好嘅嘢咧就改咗佢，咁咧就覺得用起上嚟咧係適合啲啦。咁你做呢種手杖嘅時候啊，遇到啲乜嘢困難啊？困難咧就係呢一樣就唔係話揾大錢嘅嘢，所以我哋喺香港揾廠家做咧就非常困難，因為數目咧又唔多。即使後尾我哋咧就勉強揾到間廠做啦，做到出嚟嘅效果都唔理想。咁你覺得而家香港個社會啊，即係俾你哋啲傷殘士用嘅設備夠唔夠咧？當然未夠啦，仲有好多需要各界人士嚟到幫忙加以設計先得嘅。其實呢個失明人指出嘅問題，已經係有啲熱心人士想辦法去解決。呢班理工學院工業中心嘅幾位講師同技師，每一個人都有各自擅長嘅工業知識。喺過去2年，就不斷咁幫助一啲有特別需要嘅傷殘人士或者團體設計同製造輔助設備。最近佢哋更加成立咗一個傷殘設備小組，專門幫傷殘人士解決輔助設備不足或者維修嘅問題。呢個6人小組而家就研究緊幫一間弱智兒童學校設計同製造一種新凳。咁呢個小組設計呢種特別嘅凳，會考慮啲乜嘢咧？最重要嘅咧就係安全嘅問題。就照平時咁講咧，佢普通嗰啲椅咧就係木整嘅。咁我哋起初咁諗法咧，就用膠啊同埋用鐵嚟做。個腳底咧個架咧就希望就整闊啲，同埋整長啲。咁闊身咧就我哋覺得咧就比較係穩陣，就窄嗰頭咧就好會跌倒。咁長身咧就好難喺後面掹低。工業中心接到嗰間弱智兒童學校嘅要求之後，佢哋就會將呢個情況向啲學生詳細解釋，然後等佢哋自己設計圖樣。如果呢啲學生嘅設計獲得小組通過，就會正式生產。咁點解佢哋會咁熱心做呢啲工作呢？我哋覺得咧就香港嘅設備咧就冇外國咁好。咁同意咧就我哋即係理工咧應該係幫忙啲殘廢人嘅，就同有學生嘅問題咧，就我哋覺得學生或者可以學到嘢嘅。工業中心好鼓勵學生參與呢方面嘅工作，作為教學實驗種方法。佢哋希望透過做呢啲傷殘人士嘅輔助設備，令到呢啲學生可以學習到整個實際嘅生產過程，同時又可以用最低嘅成本幫助傷殘人士製造輔助設備，唔使佢哋負擔咁重。而工業中心仲有一個目標，
就係除咗培養呢批工科學生嘅專業知識之外，亦希望佢哋能夠增加對社會嘅責任感。由於學生嘅經驗唔夠，所以生產嘅速度就比較慢。不過嗰啲訂貨嘅傷殘人士福利機構都會諒解佢哋嘅苦衷。工業中心正係做緊120張凳俾嗰間弱智兒童學校。目前佢哋正在加緊進行生產，希望可以盡快交貨。喺前幾日，工業中心已經6張新凳交咗嚟呢間弱智兒童學校，觀察啲細路仔對啲新凳嘅反應係點樣。咁究竟新凳同舊凳比較，校方實際用起上嚟又有啲乜嘢嘅分別呢？我哋舊陣時嗰啲凳咧就係可以喺市面上邊買到㗎啦，咁同埋咧質地唔係好好啊，咁又好輕啦，好容易俾我哋啲細蚊仔咧一擁咧就擁跌啦，又好容易俾佢哋破壞，咁同埋佢哋破爛咗之後咧會整傷我哋啲細蚊仔啦。咁我哋需要一個全職嘅人咧嚟到幫我哋修理呢啲凳嘅。咁但係而家我哋咧好多謝理工學院特別嘅嚟為我哋設計呢款嘅凳，咁係適合我哋啲細蚊仔嚟到使用。咁而佢嘅質地咧又好好啦嚇，同埋因為好重啊，咁啲細蚊仔就唔容易將佢擁跌，咁又唔容易將佢整爛啦。咁同埋佢顏色又好好啦，咁好吸引我啲細蚊仔去坐。咁而家理工學院咧就即係照翻個成本價嚟到幫你做凳啦。咁你覺得呢一個行動個意義會喺邊度咧？或者我諗佢哋照成本價嚟到俾我哋嘅時候咧，係對我哋一啲嘅支持啦。因為佢都唔係額外嘅收我哋嘅費用，咁係俾我哋知道佢係關心我哋啲弱智嘅服務，咁對我哋細蚊仔有直接嘅貢獻啦。而對我哋做呢個行列嘅工作人員嚟講，亦都係有啲嘅鼓舞嘅。工學院嘅工業中心除咗特別幫呢間學校製造新凳之外，喺今年2月仲幫你嘅游泳池改良梯級，令到呢啲弱智兒童可以好安全咁上落泳池。個梯級咧就係比我哋舊嘅梯級咧就安全得多啦。咁因為我哋舊嘅梯級咧就係一啲不鏽鋼嘅薄板咧，就包啲薄嘅膠上去。咁咧佢嗰個角位咧比較尖鋭嘅。咁但係佢哋設計咗呢隻咁嘅踏板咧，個角位比較圓一啲啊，咁所以個安全性咧就大好多啦。咁以前啲細路仔咧就好容易有意外啦，好容易擦傷腳。咁但係呢啲角位比較圓啲咧，就會安全好多，咁就冇咁容易發生啲咁嘅意外啦。我諗咧，雖然可能呢個設計只係一個好細微嘅設計咧，但係亦都睇得出佢好細心，即係對我哋嗰啲弱智嘅細路仔或傷殘嘅細路仔咧，係能夠照顧得好周到，連呢啲樣泳池咁細微嘅地方，佢哋都能夠設計得到。咁所以我諗個意義係好大。見到一個降咗嘅殘廢人可以用得個輪車啊，咁或者一個特別整嘅工具俾佢用啊，咁都幾咩嘅，幾開心下嘅。理工學院嘅工業中心喺未來仍然會幫嗰啲傷殘人士繼續設計同製一啲簡單嘅輔助設備，幫佢哋解決生活上遇到嘅問題。由於工業中心有充足嘅資源，譬如有足夠嘅人手同機器，所以幫助傷殘人士製造輔助設備嘅困難就唔會太大啦。譬如而家呢個倒緊帽嘅就係凳腳座，雖然呢啲設計係好簡單啊，但係如果冇呢班熱心嘅人士去做，傷殘人士嘅生活條件就會改善得好慢啦。事實上，除咗理工學院嘅工業中心係積極咁幫啲傷殘人士設計輔助設備之外，仲有好多熱心嘅義工，亦都係做緊呢方面嘅工作㗎。譬如最成立嘅工程及醫療義務工作協會咧，成員大部分都係工程師同埋醫療人員，咁佢哋都希望盡量利用自己嘅專業知識嚟幫傷殘人士設計一啲輔助設備嘅。雖然呢班義工咧就冇經費，亦都冇資源，但係佢哋係好熱衷做呢樣嘅工作嘅。另外咧，佢哋又建議政府成立一個獨立嘅部門，專責統籌有關嘅工作，嚟到研究同埋改良傷殘人士嘅輔助設備同埋公共設施，
咁咧就可以提高傷殘人士嘅生活條件。好啦，咁我哋節目時間又到啦，多謝各位收睇，下星期再見，拜拜。拜拜。Thank you.